咱台湾明年的基本工资起到27,470块，算点钟的要起到183。就这份鸡肉钱业者志光香知宣布10月开始呢，这店面员工薪水要加4%，就可能会带动这餐饮业做回来调薪水。有专家指出，讲是因为餐饮业当日欠人，若准无加薪水，者可能人是留袂掉的。有名大小鸡鸡肉店的员工笑眯眯，因为对下个月开始，总公司宣布门市的人员加薪4%，若是通过每个月考核，也搁再调薪，薪水上限可能有4万。蛮开心的啦，因为就是多一笔收入啊。今年10月起，品牌决定抢先优化门市伙伴第一线的福利以及待遇，并且调薪4%。那一间连锁的鸡龟肉业者宣布加薪，另外一间餐饮集团也计划要甲员工加薪水。不过业者强调，其他商品的卖价，始终袂因为未来调薪水而有一个变动。目前也有在进行所谓的薪资调整的计划，那目前都在研议跟讨论当中。因为餐饮业现在缺人缺得慌，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是必须去祭出各种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跟着基本薪资来调高起薪。业内专家分析，国内餐饮业的人力真欠，加上台步无悬，上机会因为基本工资会调升，也得加薪。观察国内明年基本工资月薪的调升到27,470块，比今年增加1070块，时薪是超过180块。虽然国内基本工资连续8摆来调升，不过有全球企业人力咨询机构公布2020年亚太地区薪水的排名，以固定薪水来看，10个国家内底，台湾敢若排名第10名，也阁输这个越南。带动薪资的成长来讲，这几年看起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出现。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如果基本工资不是过去这几年有比较相对于过去比较明显的调幅的话，恐怕我们现在的薪资水准还要来得更低。经济学者讲，虽然基本工资调升可能造成物价起价，不过袂使因为讲烦恼物价变较悬，而选择较低的薪水，应该适时合理反映成本。物价虽然起价，却也是薪水调升的指标之一。记者综合报道。